向，但是我的性格是比较可以说刚烈的，刚强，因为我就会一定要去做好它，不管它完成的怎么样，我就要把它做好。这样，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观众群发大？就是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很多观众喜欢超女的也喜欢我们，喜欢好男人也同样喜欢我们粤女。这是我需要我们这些年轻演员所思考的问题。祖先在问，梦醒风起腾，转子远飞开。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名家名段任你点，我是陶海。今天呢是粤语争锋的特别节目。首先呢，欢迎到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那么现在呢，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2位粤女嘉宾啊。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来自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张艺清吕派花旦。张艺清跟我们的上海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好吗？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清，谢谢。然后为您介绍的呢是影派小生，同样是来自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李肖文。肖文你好。大家好，上海的戏迷你们好，很高兴来到上海做客，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2位。好，一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4位这个戏迷朋友啊，观众朋友的代表啊，请你们做一个一一的自我介绍好吗？我是上海粤剧体感的戏迷张灵娣。粤女争锋您都看了吧？粤女争锋我们从复赛到决赛，我感觉到粤女很棒。谢谢您，谢谢您。好，第2位是一位男生啊，我叫郭亮，从小蛮喜欢粤剧的，特别是影派，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听粤剧啊是一种很大的享受，这样子。这次粤女争锋看了，觉得看得很过瘾的，有很多的新秀都就是很多没有陌生面孔啊出现啊，真是觉得粤剧挺不错的。好，谢谢你的到来。好，第3位，我叫王经理，我呢老欢喜看影派了。我从小呢就欢喜看粤剧，搿趟呢我又到叫做有舞台去看的，看粤女争锋。哎哟，真好，2个小青年做了是真的比老的一辈还要好看。您非常的喜欢他们，今天节目当中您要多谈谈好吗？好。大家好，我是影派戏迷范少平。通过这次的粤女争锋呢，我也认识了很多的演员。对他们在台上的表现呢，我真的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就是有一种非常佩服的感觉吧，因为他们年纪轻轻的就有那么多扎实的功底在那边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特别是江浙沪闽的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青年演员，可能就是之前我们上海的观众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了解他们，那么这次被我们一网打尽了，对不对？对。那么这个张艺清和这个李肖文是来自浙江小百花乐剧团的这个演员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特别是我们这个名家名段任你点的这个粤女争锋的访谈节目播出之后有一位叫沈建平的观众朋友特别给我们写来的信。这位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你们俩，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偏心啊？为什么不找他们俩来做访谈节目？在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下绝对不是我们偏心，因为他们俩都非常的繁忙，而且呢，你们的团里的这个演出任务也非常的紧。对，就比赛完了，我听说是当晚就回到杭州去了。是的，2点了就回到杭州。但是观众对你们还是非常的厚爱那我们要感谢这位戏迷朋友呢，感谢你对我们那么关注，那么支持。然后我跟张艺清在此特别感谢你，真的衷心的感谢你。那么喜欢你们的这个乐迷呢，绝对不止这个沈建平先生一位其实我们这是很多的这个都是你们铁杆的戏迷、铁杆的粉丝。比如说这位阿姨就特别喜欢你们俩的表演，对不对？对对对。这次那个我们看了那个粤女争锋从初赛、复赛、决赛，我特别喜欢那个张艺清，他在舞台上面那个扮相很俊秀，那个唱功很扎实，声音很甜美，文武兼备，特别唱那个窦渊长娥这一段，他呢边唱边舞那个长的水袖是说明了是台上1分钟，
台下十年功哎呀，说很不得好容易，很漂亮，很潇洒。今天节目一上来，我们就把这个点播权先交给您，好不好？今天我就点一个张艺兴在那个粤女争锋上的那个展额一段。
张艺兴呢，很多观众对你的第一个印象啊，包括看你在这个浙江的初赛啊，你就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很小就开始从事这个工作了。你现在看着也不大呀。看了，那好像虽然不大，那是我11岁就开始学这个，那个就到艺校里去学了。那个时候在绍兴嘛，绍兴县艺校。那么正式工作的话，15岁开始工作，那到现在也有10来年了。啊，你不经意间你就把自己的年龄暴露了，不是我问的啊，不是我问的。10来年，那10来年这个10来年范围很广的，对。就是你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啊，就是展鹅不是最后你从这个高台上翻下来那一下嘛，很多演员我不透露是谁，在这个侧幕条看着你的演出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可能练一辈子练不出来的这个。那这个可能是从小打的基础有关系吧，因为绍兴，绍兴小百花就是注重文武兼备，以武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各个剧团都是有各种风格嘛，是。那么绍兴小百花就是以武功来这个打下这个绍兴小百花这个名气嘛。那么那个时候我在学的时候。老师都是从那种少剧团啊，或者京剧团啊这些老师来教的，所以在这种功底上，对，比较注重一点。所以虽然到了杭州以后也不说经常性练这一些技巧性动作，但是从小打下的自己童子功吧，还是非凡了得了，这是啊。那我们观众朋友对这个张艺兴的印象怎么样？他在这段展鹅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呢，是第一次看的这一出戏嘛，特别是他演的。然后我觉得他把那个舞蹈的那些基本功啊，那个虽然展示的是一些技巧，但是因为我原来跳舞的嘛，所以我对他的舞感呢，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你是舞蹈演员出身？对，之前有学过舞蹈，而且真没看出来的，因为太久没练过。然后就是看他的那些水袖啊，然后那些
舞蹈的结合呢，感觉非常的美，给我的感觉非常的美。然后而且他做技巧的话，就是像当时那个评委老师也说过，他做的技巧呢是所有做技巧演员中唯一不会担心的一位演员，说明他的基本功能非常的扎实。是。然后我再提一点啊，就是而且就是他的演唱嘛，在做完那么多技巧以后，他的唱的气息啊控制的非常的好，对，这一点真的像有的他们那些有的那些年轻演员吧，他们在唱的时候就是一些比较文戏啊，唱稍微久了一点的话，他的气息就控制不住了，但他还能够把它沉的那么下去，然后唱的音色啊都非常的美。对，多的这个评委啊对张艺兴的一个评价，就是在舞台上的稳定性特别好。不仅是这个做的方面，在唱的方面稳定性也特别的好。这个张艺兴的演唱呢，一直比较的内敛，一直比较收，对，比较含蓄。我觉得这是我们小百花的一种风格吧，演唱风格吧，就比较内敛一点，也不是我个人，对，就是根据人物他特定的情景去抓这个人物此时此刻是怎么样一种情绪，而不是说一味的在流派再放出来唱，就不是说我的嗓子有多好，我的音色有多美，就是说还是要去把握人物内心的东西。你们小的时候啊，比如说练功啊，是不是很苦啊？这样子。小时候对我来说肯定是苦的，但是对现在来说，那就是不苦了，那是为自己好嘛。有没有想着好像，哎呀，这么苦就放弃啊，或者做点别的啊？就是好像，就是有这种吃不消的感觉。有没有就坚持不下来的？想跑回家是吧？就什么东西支持你这种毅力，能够继续走下去？因为我年纪小嘛，才11岁去学，那么各方面，你比如说像武功啊这些，对我来说，那骨头还是比较软的，也就是没有那种像他们年龄大的这种困难练起来。那么我觉得苦的话，也就是在练习这些武功的这种技巧动作上苦一点。你说，如果想跑回家有这种心态啊，我好像是没有过，因为我本身的人比较内向，但是我的性格是比较可以说刚烈的，刚强，外柔内刚的那种。耐性，对，非常典型。我会，如果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我会想，哎呀，我会不做不好，但是我的决心，我就会一定要去做好它，不管它完成的怎么样，我就要把它做好。你没有，但是刚才李肖文悄悄的，有，他是有的，他比较娇气，他比较娇气。真的吗？演小生的反而比较娇气啊。对，那也是很小的时候了，也是11、12岁，我跟他一样的，也是11岁开始就是进入那个培训班，那时候很小嘛，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好像哇，早上5点钟起床练功，5点就起床了。对呀，然后我的那个腰那个特别硬，知道吧？一压到这儿，然后啊，第二天又回去了，腰一到这个份儿，第二天又回去，就是回笼腰嘛，回笼腿，所以很难练出来，然后又很硬，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练啊，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哦，就觉得怎么那么苦啊。然后因为以前其实我从小就是蛮喜欢音乐的，就是但是那时候对越剧呢，我妈那时候小时候她也考过剧团啊，她考上了，也是我们当地那个剧团，但是后来就反正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事情，大概就是没有进去。但我妈呢也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个越剧，她很喜欢，等于是从事她未尽的这个。对，她一直没有就是说学专业就是搞这个越剧嘛，然后就让我去报名啊，去比赛，结果我是初赛、复赛都没有考，然后直接决赛就唱了一段那个什么贺老六啊，唱那一段。祥林嫂的片段。对，祥林嫂的，还是我妈教我的。很小那时候一点点都不同，然后唱2句，哎，好，停。你还记得吗？能不能再唱2句？啊？那个是范派的，那个是范派的。那我就唱一句。哎呀，感觉嗓子不是很高，要别过来，因为他唱的比较多，现在范派唱比较少。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哎呀，哎，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看看，就是这个李肖文在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呢？对，我想点一个，好吧？
非常喜欢那个《常书之家》里面的三跪求书，然后这次呢，李孝文比赛的时候正好唱这一段，而且感觉非常好，我想重温一下他比赛时的那种风采。好，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快下令。穷尽好似无所能。8年来，父子传在其梦中。8年来，儿孙泪下亲定生。8年来，天地真情才心胸。8年来，千秋等马不去。讲得好，不过书中是言忘尽，书中是言言是言，可你半家常事却长得栽栽高作，生机可疑。你到底说去何来呀？常书城，二跪求书献忠诚，扪心等苦中作乐何所求？既常书一字一句且为错，换常书一张一页但为求，故常书一册一卷原为有，有常书一席一叠皆一层，西常书一讲一相谈为宝，罗常书一门一个七封门，官天公地七贵神父书还，写下忘记把书去。填一个水长分数，
孙大人，今日闻苏坑如今回百家之书，孙自是冒恨，冒死受伤，死尽三百，死尽方能流传至今。三冒恨举死求生，死尽则不存矣。孙大人，范永与你三亏了。范永，苏城三归求书，专心外求，本书真字真言，传永久。天将成于斯，怎能不成真？争君苦，失传反被才名门。祖先查贼门，门先生气愤；子孙查贼门，妇女来祖训。3月查贼门，我与四方阵，天地君亲查贼门。红砖为他发言人，范永永柔造不退，这句上书同于神，满天清辉做大臣。他越见心想黄金把继承一个守书楼、爱书楼这么一个人的一种精神。我们在排这个戏的时候，就是说主要是也是体现了一种小百花的一种守望的精神，守住粤剧，将粤剧进行到底，一种创新，一种改革。所以说这也是要有勇气的，因为我们小百花每排一个戏，就是说会引起社会啊这舆论很多，就是说对于粤剧界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对，特别因为现在粤剧就是它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过渡期了吧。如果说再传承下去，是怎么样一种方式让现代人更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一辈的演员需要关注探讨的事情。就是说在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流派和表演，同时呢，就是说怎么样把粤剧能够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现代青年的一种眼光，让他们更加喜欢。对，到底他应该往哪条路走，他才是有希望。比如说像现在的超女啊，像现在的那个什么好男儿啊，就是说有那么多的观众群。对。但我们粤剧也有观众群，但是就是说相比他们而言，就是相对少了一点。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观众群发大？就是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很多观众喜欢超女的也喜欢我们，喜欢好男儿也同样喜欢我们粤女。这是我需要我们这些年轻演员所思考的问题。那浙江小百花的这个演员啊，就给人一种这个雄心勃勃的这种感觉啊，这个要跟超女争观众，对不对？要跟好男儿争观众。而且真是不愧是这个毛维涛的学生，口才也是一流的。刚才讲的真好。那么看你演完这段之后啊，不仅是观众，包括评委，包括蔡正仁评委。一下就反应过来，你一定是毛维涛的学生了啊！很多的这个观众也在台下窃窃私语，就觉得哎呀，很像，他的整个风格很像毛维涛。这李肖文觉得自己像毛老师吗？我觉得毛老师，他现在的就是说表演风格，我觉得他是有他自己的独有的一派的，我觉得自成一格。对，自成一格，我非常欣赏他那种表演风格和演唱技巧。然后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戏呢，等于说是我是演他的 B 组的嘛。我有在学毛老师的地方，比如说他的那个体验人物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唱腔上面的把握、韵腔气息，但是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学毛老师同时，因为他也是这样教我们，就是说你要自己去体验。因为他说，我觉得我这样做是舒服的，但是未必你这样做是
可能也许是不舒服的。所以说，演员在台上要表演的自如，还是要就是说做的舒服，做的比较符合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基调去掌握的。也就是说，他教你以后，你必定还有一些自己的融会贯通以及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对他也是这么教我们的。但事实上，这一点也很像毛维涛，因为他永远对于一个哪怕演传统戏，他也是有自己的很多的想法的。那么，是不是现在你也点播一则这个毛维涛的经典作品呢？是的，我想点播一曲陆游于唐婉的《浪迹天涯》，送给毛老师。山门开始
你还在卖哈花？是啊，也送花礼我。哦，从前我常为三公子送花礼。难忘啊！小楼夜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哈花。对对对，我在小红楼里常听少夫人念你的诗。三公子，我走了。回来。三公子有啥吩咐？是你该接我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啊？不要装糊涂。3年前托你送私信，为何从此杀人大海？哎呀，三公子，那封情书我请小我交给少夫人，不料他弟弟快了生，这是一封结交书。三娘啊，三娘，我怎会偷师结交啊？是啊是啊，我也实在想不通，你们好好的一对夫妻，怎么会一分两散？想必你也知道，少夫人改嫁了赵世珍大官人。哎，我刚才看见赵大官人与少夫人也来有缘了。少夫人来了，三公子，到年底时你自己去问问表妹吧，我走了。三娘，好久不见，今日宴会，此人也乃至于哟，请着与夫妇一礼物。请君一起饮酒伺候。请别。我平常上网比较多一点，所以说对这个网络上面一些那些评论啊，看的比较多一些。反正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浙江小百花好像站立在一个顶点上面，有两种声音嘛，非常极端的，一种就是拥护的呢非常拥护他，然后反对的呢就非常的反对他，然后觉得好像他背道而驰，跟越剧背道而驰了啊。但是我觉得呢，作为我们年轻的观众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他在创新上面，然后就是从他这几年的一些新戏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他一推出一个新戏的时候，受到的一些那些评论啊、抨击啊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看以后，我觉得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当时的人的那时候的审美观念或者怎么样不能够接受啊，但是好戏的话，它是经得起时间的锤炼的。其实一个精品也好，一个戏也好，
他肯定就是说有喜欢有不喜欢。你同样是一个商品，有些人就很喜欢，有不喜欢，这很正常的。有争论才会有发展。有的时候艺术家的用心良苦是需要时间去磨砺它。那么又到了我们的这个点播的时间了，我们来轻松一下好吗？我想点一段《孔雀东南飞》。也是毛维涛的。毛维涛的。这次他们在那个颁奖晚会时候唱的那一段呢？好，惜别离。好。比赛应该说，虽然你们时间很紧，而且呢也没有放下这个团里的工作，但是你们也是很顺利的参加了比赛，并且呢进入了10强。
应该说可能也离不开就是老师对你们的关怀吧。团里的很领导支持我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支持。那么也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很多的时间去排练，但是还会抽空来跟我们讲解这个你参赛的这个剧目的这种。对。刚才我们聊了很久这关于毛维涛的话题，那你是吕派花旦啊？那陈慧琳老师是你的老师吗？我想问一下。应该说是老师，但是不是这个戏的老师。哦。因为这个戏是其他导演排的，重新编排的嘛。那么他也没有，可能没有演过这个人物吧。那么但是我们团的另外一位选手，熊奇，那是他教的。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陈慧琳老师的那种风格，他给人有一种非常清新、大气、很沉稳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哎呀，我啥时候能得到他的那种气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舞台上非常亭亭玉立的，我刚才用大青衣3个字来形容的这个张艺兴，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这个还需要继续努力。那今天就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来点播一段这个陈慧琳老师的唱段，好吗？好的，那我就点播他的那个《穆桂英挂帅》吧。趁着你刚才2个字大气，对，来送给陈慧琳老师，同时也送给观众朋友们。好的。他
的身，他如果真做做太君，莫怪人本是儿的娘亲。王爷听说他是娘家人，国家才犯几着元帅印，说太君他为国要听从，他命我挂刷去定车城，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官，为的是他宋江手中黎明，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自我报朝臣。莫怪因53岁不老，不灭车臣不为隐瞒，岁岁今生把他葬心。军中列领的记在心，此一换去到两军阵，娘子元帅二千营，太平要四同亲兄弟，听候军令守车城，叫你转你手转，不叫你转你手不应。作为越剧铁杆戏迷，此时此刻有什么心里话要对越女说的？赶快！我希望越女们不断的探索，再接再厉，与时俱进，为振兴越界贡献更大的力量。说得好，一定是宛若领导寄语一般。好，第二位，我希望这些粤语呢，能越演越好，越唱越亮，那把越剧推向一个新的辉煌。也说得很好。弄个好的成绩，摆到我们来看看。非常朴实啊。那我希望各位粤女呢能够把握机会，推出新戏，让观众喜欢你们。好，还有到上海来演出的计划，在这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就说一下。哦，对，那个12月13、14、15、16号我们会到上海来演，三个戏，大概是《常熟之家》《春情传》《梁祝》，大家都要来看，因为是非常好看。是对，美琪大剧院，对。我听着其实我一边在说，我们的这个粤剧观众都已经是跃跃欲试的感觉啊，非常的热情。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嘉宾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粤女争锋特别节目的现场，再次的感谢大家。那我们一同的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上一声再见，好吗？观众朋友们，再见。